各位，雙非男嬰2009年喺香港出世之後，腦癱同四肢殘障，父母投訴兒科醫生薛守志疏忽，聆訊完成結案陳詞，醫委會下個月5號裁決。代表醫委會嘅資深大律師呂世傑喺結案陳詞指出，醫生註冊條例對專業失當冇界定，只要有疏忽就係專業失當。佢話浸會醫院護士公詞提到，案發日凌晨曾經致電薛守志，通知男嬰曾經續奶同埋抽筋，續奶同腦膜炎有相似病徵。薛守志應該盡快返醫院，但係佢揀繼續喺屋企瞓覺，係無視專業責任，屬於失當。代表薛守志嘅資深大律師石善明陳詞就話，醫生要涉及基本或者係嚴重失誤，先至足以證明嚴重違反專業。即使佢當時誤判 BB 係續奶而唔係癲癇，但係診斷失誤並唔係專業失當，亦都唔能夠淨係考慮失誤嘅後果。醫委會將案件押後至下個月5號裁決。投訴人話感到失望，會視乎裁決再決定下一步點樣行動。會係今年嘅第4季就入伙㗎啦。要多謝你哋有個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喺社交平台話：啱啱過去嘅星期五接待第4團睇樓團，有10幾戶暫住喺寶田村嘅宏福苑家庭參與，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睇樓。當中有人帶住接收收購建議信件同埋相關表格，向解說專隊成員查詢，並且即場填寫。新聞提要報導完。各位，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話，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團訪問中亞，超級成功，相信未來有更多哈薩克國企嚟香港上市。佢話雙方要持續往來，需時將協議轉化為實際成果。佢哋係用普通法嘅，佢哋亦都咧係有一個獨立嘅司法制度，同我哋香港好相似。咁所以咧，第一間公司會嚟上市就係呢間鐵路公司。將來佢哋亦都親口同我哋講，唔排除會更加多嘅佢哋啲國有企業會嚟香港上市。佢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，又話中亞局勢較為穩定，對推動本港經濟另有角色，正係審視當局未來整體佈局。澳門司警日前偵破賣淫集團，拉咗26個人。當局今日證實，治安警察局副局長梁慶康涉案。案件已經移送檢察院偵辦，其中12個疑犯已經被羈押候審，包括涉案3個現役保安部隊人員。檢察院話，其中一個人係60歲治安警察局副局長梁慶康，佢喺1996年加入警隊，2019年升任治安警察局副局長。另外2個涉案治安警分別係姓陳嘅51歲男人，任治安警察局代處長，同埋姓蘇嘅54歲男警員。另外亦都有一個被捕香港人被羈押，係39歲姓卓嘅男人，報稱桑拿股東。至於其餘14個疑犯，亦都被採取其他法定強制措施。新聞提要報導完。